私家電梯直達每戶分層單位啊！呢個就係西貢白沙灣嘅 Y-Sanco。西貢素有香港後花園嘅美譽，你睇下外邊連綿嘅群山美景，伴隨遐想碧海，係咪好多人嘅夢想安居之所啊？前方係康湖居白沙灣遊艇會，下面掟個彎轉過嚟嘅海水啊，就形成咗呢個寧靜嘅紅樹林啊，咁啊成為呢個雀仔啦、魚類嘅棲息地啦。而家要介紹呢個單位，實用尺數總共係1652尺，總共係4房4套。Y-Sanco 總共由6座洋房及5座低層住宅大樓組成，屬於低密度嘅高尚住宅。呢個套房外邊仲帶住個露台仔嘅，咁啊入邊有浴室啦。客廳另外一邊嘅主人套房，落地玻璃窗同樣係望住外邊寧靜嘅紅樹林海景。呢個主人房嘅浴室啊，真係夠大嘅。左手邊淋浴區、馬桶、雙洗手盆，再加埋呢個咁浪漫嘅橢圓形浴缸。繼續我哋參觀廚房，廚房唔算大啊，呈長方形嘅積，配呢個咁光線充足嘅窗啊，成個廚房心情都靚咗嘅。櫥櫃做好晒喺度啦，電器亦都配備晒嘅，所有電器都係德國品牌 Miele。繼續入嚟睇第3個套房啦，呢度嘅景觀就有啲唔同嘅。望翻呢隔籬西貢自己啲村屋啊，咁啊見到下面有車啦，所以發展商喺個房間設計就整得隔音屏。浴室同樣都係有明窗啊，呢個係淋浴區啦。最後呢個係第4間套房啊，同樣都係有隔音屏嘅浴室。由 Y-Sanco 揸車去市區地鐵站啊，僅需10分鐘。啟德就13分鐘，中環係26分鐘嘅。如果你要步行到對面嘅白沙灣遊艇會啊，僅需8分鐘就到噶啦。咁嗱，最後介紹下我自己啦，我係 Daisy。